係我哋已故嘅教宗，教宗方濟各。佢本來個名叫做 Jorge Mario Bergoglio， 佢係阿根廷人，出生於1936年嘅12月17號。佢嘅爸爸係一個鐵路工人，而媽媽就係家庭主婦。佢屋企咧仲有4個嘅兄弟姊妹添啊。最初佢鍾意學習化學㗎，但係最後咧佢改變咗計劃。喺21歲嘅時候，佢進入咗耶穌會嘅神學院。佢用咗7年嘅時間修讀神學、哲學，最後成為咗一個神父。喺佢做神父嘅期間，佢服務所有嘅人。佢用唔同嘅方式幫助身邊嘅人，讓身邊嘅人感受到天主嘅愛。而且佢仲係一位老師添啊！佢好鍾意同學生打成一片。佢仲有一個好偉大嘅夢想，就係想成為一個足球運動員啊！佢最鍾意嘅咧就係阿根廷隊啊！不過後來佢擔任咗神學院嘅院長啊。隔咗一段時間之後，佢被天主召選為一位主教。成為咗主教之後，就唔單止為堂區、為社區嘅人服務，亦都要管理教區嘅大小事，工作越嚟越多，開始越嚟越大壓力。當時佢依然用謙卑嘅心喺祈禱之中同天主相聚。不過其實佢並唔係一帆風順㗎。喺佢擔任主教嘅期間，佢嘅肺部有一半嘅地方需要切除啊。不過感謝天主啊，天主派遣咗聖神保護咗佢，讓佢身體可以康復。當佢成為主教之後嘅幾年，前教宗若望保祿2世任命佢成為一位紅衣主教。佢哋嘅服飾都係紅色㗎，代表為信仰作證。喺必要嘅時候，佢哋需要為咗保護教友而捨身流血殉道㗎。所以當時嘅佢雖然成為咗一位紅衣主教，但係咧佢依然好鍾意簡樸嘅生活。佢住喺好樸素嘅屋裏面，自己煮飯。佢鍾意同身邊嘅人打成一片，最鍾意咧就係坐公共交通工具啊！周圍嘅人都可以經常喺街上面見到佢㗎。喺不久之後，佢就收到天主嘅邀請。天主希望佢成為地球上面嘅代言人，為天主牧養佢嘅羊群，亦即係我哋。所以佢成為咗我哋天主教會嘅教宗。佢揀選咗一位聖人聖方濟各，以佢嘅名嚟命為佢成為教宗呢一個旅程嘅名。喺擔任教宗嘅路途上面，佢當然遇到好多嘅難關，不過佢依然相信祈禱嘅力量，面對任何事情都向天主傾訴。呢個就係我哋嘅教宗方濟各嘅故事。